来继续来看各台办日前宣布着10项对台的措施。全国商业总会今仔日联合着各产业界的代表，表达对这个政策的支持。不过，陆委会发布着声明，讲有一寡产业界会表态支持，是去予阿强施加压力。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树朴来回击，讲这完全是黑白讲。 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树朴和7大工会手牵手发声政府，针对各台办进前宣布的10项对台措施，要赶紧做。不过时机点敏感，就叫这期背后敢有中国的施压。所以用这种说我们接受到这种中方施压这种指控，真的莫须有，胡说八道。 商总和各工会这边联合提出的诉求内容包括：两岸直飞爱开放旅籍航班，恢复中国观光客来台湾的自由行；两岸农渔产品和食品业私立法规会当讨论，嘛提供税务优惠。那陆委会嘛讲，中共对咱台湾业者持续施压，要求公开表态支持中共10项措施，是利用胜利来压官府统治的把戏，呼吁业界唔通互中共看起，加做施压。 政府的工区，其他的国家有补上来，但是当然这个数字是补不上陆客的这一块了哈。只要在政府单位是可以管控之下的，在团客或自由行的部分，还是要逐步开放。如果陆客开放之后，起码可以提升15%左右的住宿率。工会强调，产业旅游不应该靠政治拔条例，发生两岸经贸交流会当制度化、常态化。 不管是小两会、大两会，什么会，我都呼吁，该开就开，该做就做，而不是说哦，我不要啊，他这是统战，他是什么？我觉得政府部门对产业的限制越少越好了，这个产业就是趋吉避凶嘛。但是中国很遗憾，这些年来，一方面说开放。 但是另一方面，说开就开，说断就断，造成的反而是产业界非常大的损失。工会发声，两岸爱以产业界利益为优先，对中国提出高风险利多，咱台湾政府慎重应对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